台湾教育改革嘛爱心灵改革。台湾教育改革自1990年以来，行透放自由的路，无论法条、师资、课程、教学、教科册、经费，拢有正大的改变。会使讲是自古以来上大的教育变动。有的人支持，有的人看衰。世界千变万化，要培养未来的人才，改革是定着爱的。用古早教育方式，无法度教出21世纪自信化、全球化、国际化的世界公民。1994年4月7日，民间团体发动410教改大游行，有4个诉求，内底甲国民教育较有关系是：第一，小班小校，逐班上侪30个学生，逐校上侪30班。第二，公设高中大学，要互囡仔拢有机会读高中大学。第三，推动教育现代化，师资教材多元化，学校社区化，家长参与，民间办学，小拄集体管理，强化幼稚园，弱势族群主体教育。第四，制定教育基本法，用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，为根本改造台湾的教育。410大游行，互人看作是台湾教育改革的起鼓。迄4项诉求，嘛是后来教育改革的重点。我1992年开始伫高中教册，家己的囡仔嘛伫这个改革的潮流内底出世大汉，见证20几冬来教育现场的量变甲质变。到今，我的教育热情远在，毋过嘛真感慨。第一，小班小校是少子化生成的无奈的结果。少子化是即马上大的国家危机，无人就无经济，国家会一直倒退。第二，公设高中大学无补电道路，入学伤简单，学生无挑战奋斗的心，造成国民素质降低。家长若较有法度，共款拼死要甲囡仔钱入去名校。少子化得互遐个伤过头济的私立学校关起来。第三，师资多元，教育学程世界开，少子化学生无遐济，变出流浪教师。教材多元，知识册钱愈来愈贵，内涵嘛无较悬。学校社区化，要拆围墙，囡仔安全全有挂虑，互家长参与，变做七爷八爷干涉黑白母，害老师惊，毋敢管教囡仔。恶一个老师甲家长交结，就是因家长会、教师会，家己是主体，无欢喜着黑白会，甲请校长、老师的投票权6条咧，无遵循，无大无小，较袂着大细声。第四，一寡教育法，诚做迫害根本的恶法。立法的大部分是大官大教授，目睭看着过，无看着火，无了解基层，干那要自由透放，要互行政人员以外的人做学校的头家。莫怪老师、家长、学生开会时，因的言行举止，要使有免责权的立法委员，伊上大，啥物拢毋惊。求权利下，正义无免。有歹头家的臭样，无好头家的新办。家长会用无专业来管教育专业，教师会用心机甲行政做对头，也尚方宝剑黑白台，伊上熬。教育改革该甲即落行，敢对？最近有2件社会新闻，互我阁感慨起来，无讲袂使。第一件是有人造假，用世界
有名的《Times》杂志的封面，加总统府，加铁网，加字，甲台湾比作铁幕，伫网络传，调工拍歹台湾的名声。咱台湾属移民岛屿，自古有族群对立，毋过落水平平沉，全无动头轻。敢有需要伫国家处境遮艰难的时阵，佮甲台湾渡一空？这是有自由、有创意，毋过无是非。第二件是艺人特英的后生孙安泽，伫美国滚生笑，讲伊要举请谢专校，警察抓着伊违法买1608粒枪支。违法家己斗称，饭会当黑白食，话敢会当黑白讲。艺人家长拢甲送去上好、上开钱的学校，互伊上好的教育，煞教要杀人无法律观念，无甲伊的心善良是道理好。咱的教育改革，除了改制度，当时才会有巧巧人想着爱改心。老师、家长、学生的心无改，才会有遮会毋捌代志的人。教育改革想要透放自由，真好；制度改革嘛真重要。毋过，搁较重要的是心灵改革。家长的心爱成全囡仔多元能力的全人发展，老师的心爱做好模样，学生的心爱教好有善良的温柔，甲有捌义理的勇敢，毋是少主化，着放互囡仔妖魔化，管袂行。正讲的自由，是对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，毋是无限无制。面对少子化国家危机的教育改革，咱更加爱重视教育品质。12年国民教育的课纲，要互囡仔自发、互动、共好，敢会当顺续教囡仔有自爱、感动、学好这款善良的心，安尼个人、家庭、学校、国家的未来才会自动好。